礼拜就是7月15中元，即天有人讲是佛教的盂兰盆会甲孝子节，伫中华着少年辈呢举办中元行大活动，对于木建连救表的故事来看中元普渡的风俗，希望民众伫咧传拜拜时阵，也知影讲这普渡的背后也有一段有效的故事。 旧历7月15中元普渡，台湾各地拢有无同的祭拜活动，但是中元节是安怎来的呢？民间嘛有侪讲法。中华有少年辈举办行大活动，互民众为木莲救宝的典故来看中元普渡拜拜风俗。7月时啊，大家拢感觉是就是鬼月嘛，较恐怖。但是其实伊是典故是来自于木莲救宝的典故，它是其实是讲一个友好的故事，所以我带大家行这八卦山周遭。当我们了解地狱是虾米的时阵，也许就无再恐怖，而且它的背后的典故，更是一个友好的故事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上团释迦牟尼佛其中一位弟子木莲，伊的老母因为做歹代落地狱，木莲为着救老母，伫7月15这天准备食面布施，消除落地狱的罪业，是一段有效的故事。这边行大地点除了有地藏王庙、八卦山大佛，上特别的，阁有行18站地狱，互民众了解10殿阎罗劝人悔改、做好代的道理。听到老师讲的迄中元节故事啊，以前拢是甲大人咧拜拜尔，今仔日知影足济迄中元节由来，感觉实在是袂歹啊，加知影足济代志的。今仔日就是带规家伙仔来，下囡仔知影讲爱做好代志，莫做歹代志，感觉这件代志最有意义的安尼。 中元节的典故，除了木莲救宝，民间嘛有地官下罪的讲法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过去若讲到中元节，有袂少几啊个的传说甲禁忌，希望透过行大活动，互大家了解普渡的典故，其实是有有效甲劝善的道理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